日本青森县弘前市以盛产苹果出名，今年已经连续13档甲台南大运动百货合作推出文化物产嘉年华，除了有新鲜地上的苹果，毛济知名的美食伴手礼相当丰富。根据了解，苹果对第一档卖出3000粒，到去年已经破20万粒，愈来愈热销。为了提醒消费者，一年一度巡回全国的展览，要对台南开始。13号贵宾共同沿关注民前木腿盛大举办开幕式。3、2、1，2024日本青森县弘前市文化物产嘉年华正式揭幕。为了深化弘前市甲台南市的友谊，市长吴永택嘛亲身到场致意，同时感谢百货全力出行。除了文化交流，我们也更希望看到很多物产交流。弘前市从过去赖清德总统担任市长的时候开始进行的物产交流，现在有更好的趋势，而且许多台湾的消费者、台南的消费者都很喜欢弘前的苹果。那我们为台湾全国呢，准备了我们弘前最好吃、最高品质的苹果，请大家一定要品尝。今年的那个弘前那个物产展非常的特别，因为台南市刚好今年是建成的400周年，那弘前市也是文化悠久的那个城市，所以两个结合非常的好，而且我们台湾人很幸运。弘前市的28里面有很多最高级的那个苹果都销到台湾来，所以台湾人非常的幸运，能够吃到全世界最好的苹果。弘前市文化物产嘉年华第一天开幕，伊嘛将当地传统的水磨祭典搬到台南大安东百货广场来游行。市长夫人刘玉珍嘛代表市长参与，场面相当盛大，邀请大家为期19天的嘉年华做回来百货食新鲜美味。台南新闻管制采访报道。